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天气慢慢啊转热，有的时带惯势体红叶啊衫杯啊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伞，伞本的伞，读伞伞第二条。伞其实就是伞的意思，像讲有人啉咖啡，惯势参糖，咱嘛会当讲是伞一寡糖，嘛会当讲是伞，像讲有人食牛排，惯势伞盐，嘛会当讲是伞盐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淡伞，做名词用，意思就是细小啊点心，嘛会当做动词，意思就是小食一寡小滋腰，或者是先食一丝啊，莫食好饱。像讲这个饼先互你淡伞一下。第二个词读做为非三做，也就是做歹代志，嘛会当讲是为非作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人讲细汉偷板布，大汉偷牵牛。若是讲为了要食人的淡伞，就出手共偷摕，安尼养成歹惯势。后日恐惊喺道理在地，做为非三做的歹囡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伞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